各位好，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。海關查驗到底喺度查乜嘢？1分鐘話你知。海關查貨一般有幾個方向要查，包括核對品名、核對規格、核對數量、核對重量、核對件數、核對碼頭、核對有冇侵權、核對貨源地、核對歸類、核對新舊、核對價格、取樣送檢、檢查車體、檢查箱體同埋有冇加層。而海關查驗嘅方式一般有以下幾種：一、徹底檢查，即係對貨物逐個開箱檢查；二、抽查，海關會按照一定嘅比例對貨物有選擇性咁開箱抽查，必要時仲會要求卸貨；三、外形檢驗，對貨物嘅包裝、標記、商標等進行核驗。咁一般邊啲申報信息會引起海關嘅查驗？譬如呢啲，你可以暫停落嚟了解一下。海關查櫃係會產生一啲額外費用嘅，但呢啲費用唔係海關收取，而係碼頭收取嘅吊櫃費、拆櫃費等費用。因為係海關查驗先至會有呢啲費用，所以碼頭一般會將呢啲費用稱之為海關查驗費。同時，碼頭會開具正規嘅發票。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